各位評判，你哋好。我叫譚文威，咁我係而家理工大學嘅一個學生嚟嘅。咁今年21歲。咁我嘅夢想就好簡單，就係純粹係唱歌啫。即係由細到大都好中意唱歌咁嘅。咁聽開嘅音樂主要係 pop 為主咯，或者pop rock 啲，因為我自己個人中意爆啲嘅歌嘅，係啊。咁但係我今次揀咗一首就唔係話好爆嘅歌，因為我其實個人好欣賞阿 Jam 鄧紫棋。咁啱呢排有套電影，佢唱嗰首主題曲，咁我好中意，所以就揀咗佢嗰首歌。你有睇過未？有。即係我哋有 echo，但係佢冇 echo 咁樣啲人。喂，歌名係乜嘢歌名？光年之外。OK， 你阿 Jam 係你中意嘅歌手。係。咁除咗 Jam 之外，仲有啲咩歌手你中意？你指香港定？冇所謂，你講外國得。外國如果男歌手，我幾中意Bruno Mars。係，因為我覺得佢係一個好有才華嘅歌手，同埋佢每隻碟都帶咗啲唔同，即係佢每隻碟都會帶到啲唔同嘅元素出嚟咯。本地咧，或者華語地區咧？華語地區我幾中意陳柏宇咯。係，因為純粹中意佢把聲咁樣，跟住陳奕迅都好欣賞嘅，咁陳奕迅個個都中意嘅。未必㗎。未必。如果真係俾你做歌手，你會想行邊條路線嘅？即係乜嘢情、乜嘢歌路啊？成日，或者你自己覺得自己係偶像派啊、實力派啊？新年喺度跳舞啊？定係你想點行？其實最想嘅實力派啊，即係我覺得呢個係最好嘅。跟住，但係我又唔肯定，即係其他人點樣睇我啦。跟住至於跳舞嗰方面係，我覺得係我一直唔係好敢掂嘅一樣嘢嚟嘅。不過我近排我覺得都有一個小突破，就係我都有即係我前嗰排裝咗一個音樂劇係我學校嘅，咁我係做男主角，所以咧入邊就有啲唱歌，有啲跳舞咁樣。跟住嗰次都學咗一排，跟住喺600人面前跳過一次咁樣。咁我覺得都少有突破，即係我覺得對跳舞都幾有興趣嘅其實。咁依家可唔可以表演一下咧？你而家跳幾步啊？有乜所謂啫？好緊啊！真係好緊。喂，唔係喎，你而家呢度你都要 sell 俾我哋噶嘛？咁你即係你既然有 sell 嘅 sell 啦，佢喺度啊嘛。呢個台係你嘅，你都係表演到係你嘅。因為我你放低咪先，你放低咪先係啦。但係真係好快，真係。唔得啦，幾個拍到幾班㗎啦。呢個爆點啫。都跟到 B 嘅，係喊到少少啫。係啊，你嗰個就係將個問題我想問嘅，我呢條想問就係每個人你即係做第一台度咧有信心嘅，你覺得自己譚文威係咪啊？係。你嘅賣點係咩嚟㗎？我覺得你坦白講得㗎啦，嗰啲靚仔講靚仔，你講晒出嚟㗎啦。我覺得我幾有自信咯，即係其實講真，企上台嘅經驗我唔係真係好多，但係我唔似好多人咁，即係好多人可能會怯場咁，但係其實我覺得我個人幾有信心，我應該唔會咯，係咯，所以我呢個嘅賣點同埋even 係有唔同嘅挑戰，我覺得我可以幾正面去面對咯，即係我好少會遇到啲壓力好大嘅情況，係咯，因為我覺得呢個我最大嘅優點。好啊，準備好未啊你？準備好。
點解嗰個表現？今日我覺得我好緊張。你咁睇有3個都緊張。睇得出。睇到。我覺得我有啲震咯。睇你震緊啦，震緊真係。同埋有啲歌詞好似唱咗2句歌詞。未夠放，我覺得可以再放啲下。咁啊，加油啊 ！OK， 唔該晒 Thank you。好啦，你自己講下你個背景先啦。Hello， 我係 dancer 江業生，咁我今年25歲啦。我係一個兼職 dancer 嚟嘅。你係一個咩話？兼職 dancer。咁其實我4年前都有玩過流星嘅香港直通區，咁嗰陣時我就入咗香港區嘅最後20強，咁就無緣上大陸比賽，咁啊20強止步咗。咁喺呢4年期間，其實佢都簽過公司，亦都代表過香港去韓國做訓練生嘅。咁就依家翻嚟香港就做住兼職 dancer 先嘅，咁我亦都一直有唱歌，一直有自己做歌，做自己音樂嘅嘢。咁你4年前參加過，咁4年後嘅你覺得有啲乜嘢進步咗、強化咗，令你再次參加？強化咗，首先我喺舞台上面我個認識多咗啦，我喺呢幾年我都有好多唔同嘅演出機會，亦都有上過好多唔同嘅大台。咁喺個舞台上嗰個經驗我係比以前多好多嘅。咁技巧上唱歌技巧上都比4年前進步咗好多嘅。你有乜嘢表演機會可唔可以講俾我聽？即係 so far 我上年做過林海峰嘅試打廣東話，做 dancer 之餘，亦都喺入邊做呢一個 chorus。咁仲有做啲咩大 show 咧？冇所謂嘅大陣。我亦都 join 過一啲嘅 dancer training，咁喺入邊都幫到我自己嘅入邊成個人個成長多咗好多嘅。講下你去韓國受訓嗰兩年啦，你係？我韓國受訓嗰陣時就，咁我有幾個 member 嘅，我係香港嘅代表，咁有其他國家嘅人，有中國啊，有台灣啊，亦都有日本嘅人。咁我哋嗰陣時喺嗰邊生活都 OK 愉快嘅，咁啊喺嗰邊就1個禮拜訓練6日，星期日放假咁樣。咁佢哋個課程都係唱歌跳舞為主。咁有啲咩學到咧？有啲咩學到啊？其實嗰陣，因為我哋要花好多時間同啲其他隊同韓國嘅隊員或者其他嘅隊員磨合咧，因為佢哋未必好識講中文或者講英文，咁所以喺佢哋教學嘅時候咧，我哋吸收其實唔係話吸收得好明白嘅，講真，因為我哋自己本身都唔識韓文，佢喺嗰半年嗰度亦都冇安排我哋去學韓文，所以我哋都中間係有少少嘅文化差異喺度嘅，所以最後半年之後呢件事就 end up 咗就冇繼續到落去。咁你喺舞蹈方面最擅長乜嘢？我喺舞蹈方面，我最擅長跳 urban dance 嘅，跟住我亦都有學 popping， 亦都有少少 break。一陣會有表演咧，會有。一陣間我嗰隻歌係比較輕快嘅，咁又都會喐住咁跳。OK， 即係有少少舞蹈。好啊。咁你喺樂壇嘅目標嗱，你入得嚟梗係想夾㗎啦。咁你喺樂壇目標係想做到點或者做到邊個？我好想做一個好成功嘅跳舞歌手。咁有冇邊個係你嘅？郭富城。郭富城。好，好，交俾你啦。好，加油啊！For the times that you wait on my parade and all the clubs you get in using my name. You say you broke my heart, oh girl, for goodness sake. This day I'm crying on my own, well I ain't. And I didn't wanna write a song, cause I didn't want anyone thinking I still care, I don't, but you still hit my phone down. And baby, I've been moving on, and I think you should be something I don't wanna hold back. Baby, you should know that my mama don't like you and she likes everyone. And I never lied to admit that I was wrong. I've been so caught up with my job, didn't see what's going on, but now I know I'm better sleeping on my own. Cause if you like the way you look that much, oh baby, you should go and love yourself. And if you think that I'm still holding
覺得咧，呢個係我揀呢首歌，因為呢首歌係 Justin Bieber 唱嘅。我4年前玩呢一個比賽嘅時候咧，咁啊入咗決賽要做造型啊嘛。嗰陣時 Now TV 嘅 Jessa 咧就揾咗 Justin Bieber 嘅飛上同我講：你照住呢個人執啦。係。所以我哋嗰時揀翻 Justin Bieber 嘅歌。我想問下你咧，你覺得自己嘅弱點係乜嘢？弱點啊，我低音唔好。仲有咧？同埋有時會 high 得滯嘅。但係今日唔覺喎。你呢個點就係我覺得喺比賽上邊咧，你唔夠個表現。咁如果你參加過咁多比賽嘅話咧，你唔改善呢樣嘢咧，你入到決賽咧都係會輸蝕。知道。即係如果你有自信心嘅話，你就要表現出嚟咯。真係啊！同埋如果你跳個舞咧，我覺得你舞蹈方面要加啲入去，俾佢攞多啲分。知道我真係要呢個多呢個台級啊！我哋評審，你明白？明白。下次有啲強勁嘅歌，起碼攞多2幾分先。知道。冇錯，因為如果你對自己有信心想做呢一行入標圈嘅話咧，唔可以再收收埋埋㗎啦。因為你25歲啦嘛。係咪？加油啦嚇！知道。多謝晒。你介紹下自己先。普通话说可以吧？可以。好，那个各位老师，中午好，我叫李阳，今年26岁，来自河北。然后这个高中的时候跟家里面到这边，然后现在已经超过大概8年了，在香港。然后研究生毕业后，在那个香港的一家金融机构从事投资方面的一些工作，然后现在已经工作2年了。聽唔聽到普通話 ？OK 嘅，我哋識聽。我識講嘅，但係普通話唔係方便。冇所謂，你答咩都冇所謂。咁點解你咁中意唱歌？唱歌其實因為小時候開始學音樂嘛，那時候學手風琴，還有電子琴那些鍵盤類的。然後你知道那種大陸那邊上學的時候不可以學習跟那個音樂同時間，所以高中的時候就沒有再繼續學了。但唱歌其實是一直自己很喜歡，所以業餘的時候也會跟朋友一起唱歌。喺香港8年啦。咁你覺得香港嘅歌手同內地歌手嘅最大分別係乜嘢？唱跳型的比較多，就是跳舞方面會比較厲害。香港。對，香港。那麼你今天有沒有跳舞？沒有。你懂跳舞嗎？很少，因為上班之後才開始接觸跳舞。因為之前有一些公司的團拜的時候跳過一些華爾茲，也是跟同事一起，對，沒有特別系統的學過。今天選這個快歌還是慢歌？慢歌，慢歌。對。可以，你可以寫寫台風給我，對不對？好。咁你喺香港8年，咁都有邊啲香港歌手你係有印象嘅，或者係 Eason 有咩好？個都話 Eason 有咩吸引？他的嗓音比較有特色，就是聽他的歌會勾起自己的一些往事，他比較能引起像那個聽者啊、歌迷的一些共鳴，對，他的詞也非常棒，所以有時候從他的歌裡也能學一些很好的一些，就把自己的文學素養提升一下。嗱，以你嘅分析咧，點解 Eason 會可以征服到內地嘅樂迷咧？因為他普通話 OK。還有咧？唔係普通話 OK，好多歌手都 OK 喎，點解 Eason 就咁受歡迎？比較有個性吧，他頭啊，包括他的整體的一個形象。對，外形。好。咁唱咩歌啊？唱咩歌？想你的夜，關喆的一首歌。如果
陶醉嘅把聲，所以冇睇佢台風，但 OK 嘅。我知道點解中意 Eason 啦。唔係講真，你講真好，即係靠唱歌為主係。你多唔多參加歌唱比賽？不多，只有上學的時候參加過一些。校園的那些。你覺得你把聲線點樣？聲線，其實如果個人來說的話，我覺得我的聲線還是比較多變的。我也比較喜歡蕭敬騰的歌那些，比較搖滾一些東西。我覺得你應該仲勁啲喎，你嘅明明有啲少緊張。我覺得你跳出嚟都仲可以。對，因為快樂男神這個節目，其實因為我大陸來的嘛，所以小的時候就經常看這個節目。然後當時就有一個想法，就是我想去參加快樂男神，因為當時年紀不夠，因為他要18歲以上，然後當時又在讀書，所以就一直沒有機會參加。然後年紀到了之後呢，又來了香港這邊，然後中間他又停擺了很多年，所以一直都沒有機會能夠參加這個快樂男神的比賽。所以還是對於能參加這次的比賽，還是有一些小小的期待。我可唔可以問多樣嘢？你可唔可以除咗眼鏡我睇下？我覺得睇下你冇眼鏡嘅樣㗎。我要睇眼鏡可唔可以 ？OK， 好，唔該晒你。OK， thank you。各位評審嘅好啦，我叫林立恒，今年30歲，我係喺香港讀大學同埋碩士嘅，我自己係主修音樂嘅，即係我覺得咧自己係一個相當喺樂界裏邊一個異類嚟嘅，因為徹底嘅古典人，我自己無論學呢個彈琴啦、小提啦，我無論學彈琴、小提琴另外是唱歌，其實我都係古典出身嘅。但係我覺得咧，即係有個好特別嘅經歷，就係喺我大學嗰陣咧，曾經因為功課問題，要同我哋一班同學要組隊流行樂隊咧，就出嚟唱嘅。咁我覺得就好因緣際會之下咧，俾人推咗做主唱，但係咧就收到一個相當之好嘅效果啦。咁我就嗰陣開始諗啦，咦，其實我唔需要學古典，我而且生長一把男中音嘅聲型，但係可能有啲歌係啱自己唱嘅喎。咁我而家就希望有一首歌能夠融合到我自己嘅古典專長，即係包括嗰啲 ear training 同埋我呢個歌唱嘅特質咯。你係咁你今日揀緊咩歌係咪 ？Yesterday Beatles 嗰首。Beatles，咁你自己彈拉埋出嚟㗎？我就睇下能唔能夠將兩樣嘢融合埋一齊咯。你覺得難在咩咧？嗱，即係我都有學琴，我都有做音樂，咁但係我就主力都係即係我嘅工作同流行音樂有關啦。咁但係你咧，你係一個好 academic 音樂嘅人，咁古典音樂同埋流行音樂，你覺得最難點樣將兩者擺埋一齊咧？我覺得咧，要將啲古典嘅技術簡化佢咯。例如話嗰啲裝飾音可以少好多嘅，將啲線條簡化佢，其實就可以做得到好好嘅效果咯。即係譬如話伴奏嗰啲，係啦，你要 mic stand 你要拉上頭。你有冇咩？你睇下先，緊要。即係有冇加上去？係冇加上去。好。咁你多唔多聽流行歌曲啊？你唔好聽 classical 嗰啲咧，咁即係 pop 咧，你聽咩㗎？定有冇聽㗎 ？pop 其實即係你一定都唔係好 pop 㗎啦，都。我其實都真係唔算好 pop 㗎啦。只不過係因為自己嗰啲經歷，令自己有機會去接觸下啲 pop 咯。即係我如果話講口味啦，我都係中意卡片下時代嗰啲啊。你啲 friend 嚟㗎？懷舊有啊。係，即係我中意聽啲 acoustic 啲，我唔係好中意嗰啲太電子化嗰啲聲。好，咁我想問下你咧，咁你而家係全職係做咩嘅？我全職係一個小提琴老師嚟嘅。哦，我都估到係啊。咁而家你點樣教啲細路仔啊？我因為我自己唱歌都係算一個叫半專業嘅 level 去到，所以好多時咧我係能夠一邊唱一邊去教啲細路去拉琴咯。咁佢就好開心啦，細路仔覺得嚇。係啊。好啦，咁嗱，咪聲預備好啦，咁你睇下你。試一試先，set 好咗先。對住你嘅表演啊！
你上個咪剔你聲啦，剔小提琴聲啦，定剔多啲人聲人聲嘅，即係人睇剔即係我 OK 啦，夠大聲上，剔人聲㗎。啊咁都 OK 啦。你試一試個位，你拉唔拉到？你自己聲，自己聲。差唔多啦，差唔多。OK。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 used to s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Suddenly, I'm not after when I used to be. There's a shadow hanging over me. Oh, yesterday, suddenly, I see that you go, she wouldn't st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know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 Now I give no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from yesterday. I see that you know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好，唔該晒。咁真係你係 outro 嚟嘅，你本身。我睇過 Very Tone 嘅。 OK，你如果係你，因為我頭先聽你好似有少少即係有即係因為要就 pop 啊嘛，即係 classical 嘅 pop。如果你可唔可以唔 pop 嘅，即係你試下用翻你自己最舒服嘅方法，即係你平時唱開。我想聽下你係一個 voice 嘅，即係唔好有唔好係我哋講翻，唔使 pop 嘅，用翻 classical 嘅方法。清唱一段，清唱一段嚇。試試啊！唱翻以前嗰啲咧，標潤下嗰啲聲先。唔緊要。唔使用咪㗎啦，我相信你。唔需要呢個。可以攞去唔係。Aprire povo gli occhi, forme di cose scocchi, ra quest femmine, ra te cosa son, ra te cosa son, ra te cosa son. Queste chiamate dagli ingannati sensi, with road agency, la debole ragion, la debole ragion, la debole ragion. Strette che incandro per paci venas, ti rete che incandro per paci affocar, ci vede che lettono per Douglas lume, con merde che bruno per Douglas lume, son brusse spinose, son polvere fotose, son nose benine, con lampe mani con etto, ni cani la minghita, fanni che pieno meno moro, non stendo, presto gli presto non dico, Gianni uno lo sa. 咁啊，非常之快樂啊！真係表現到你最擅長嘅技巧出嚟，真係多謝林柏希啊，今日引咗出嚟啊！好，唔該晒啊！鄭家傑，对，我是郑家杰的。那我的英文名字呢叫做 J.M。那我的兴趣呢是喜欢表演、演戏还有唱歌的。我觉得在每一次的舞台的经验呢，就是能够让我能够成长，能够让我获得更多一些的经验。那我觉得每一次的演戏呢，我都可以演出一些我在生活里面做不到的事情。我觉得我的梦想呢，
就是可以做一个能够影响到人的一个表演者。我希望每一个表演我都可以尽情的演出我自己的才能，一些 talent 给那些观众。你希望可以做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影响者，所以我就選擇嚟參加這個比賽。點解會喺香港參加嘅？因為我是香港人嚟嘅，所以對，我是在香港生活的。你係內地落嚟定係香港人啊？本身？不是，我在香港生活的。OK。但是就。但係識講廣東話嘅。我識嘅。即係識講識。你計講下你而家係幾多歲啊？那我這個就是一個特點來的，我其實已經20歲了，但是我的樣貌呢，可能像一個高中生或者是初中生的這樣的。又未到初中，高中啦。好啊。今日會唱啲咩歌啊？今天我會唱一首叫做《是誰種了有刺的玫瑰》，這首歌是一個台灣電影裡面一首插曲來的。有冇話俾我知你覺得自己，即係每個人都有賣點㗎嘛？你嘅強項係乜嘢？我的強項呢，我覺得就是用一個童顏的樣子去做一些畫戲，應該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在做什麼的一個表演。那個看法是你們觀眾知道的。咁弱點呢？每個人嘅弱點你都有嘅。我的弱點呢，可是就是被別人覺得我可能不夠能力做點什麼，就是因為我樣子太小，就很容易的被人看小，我覺得這是一個弱點。好啦，但我睇到你今日好有自信喎，你一上台啲風範係有晒台型喎。對嗎？對啊，我剛才出來啊。對啊，你好淡定。不是的，其實我手正在抖的，那我嘗試在做一個很好的表演。好。到底是誰種了美麗卻有刺的玫瑰？難道我像隻勇敢的馬，我也是帶着刺的心微笑？我是膽小鬼，還是挑剔鬼？或者我只是不夠美？冇咩問題啦，其實快樂男生你知唔知個要點係咩咧？重點係咩？那如果看個名字，我覺得是能夠讓人快樂的一個男生。我覺得歌聲或者是其次，我覺得他就是那些參賽者，我覺得他們有一個目的，就是想要令別人快樂，就是一個影響的舞台，就是我想做的一些事情。就是所以我想在一個大型的舞台裡面嘗試去成長，過一下經驗這樣的。
唔該晒，謝謝。Thank you。你介紹下自己先。咦？呢個講緊2支咪聲，吉他係好細聲要。但我哋即係要人聲，但係我呢個，你講先。OK， 老師好，我叫 Lawrence， 然後剛輝，然後擅長的樂器是吉他，還有彈琴、打鼓。然後我平時喜歡做的就是在家裡面做音樂，就是電腦編曲啊。所以我今天帶來的音樂也是我自己家裡面編好，然後會有一些不同的元素放在裡面。對。你係喺香港住嘅定係專登嚟比賽㗎？我是聽得懂。我是在上海出生，但是我是在香港長大。對。咁你中意聽啲咩音樂？或者聽咩歌手㗎？我喜歡聽一些比較古典的那種音樂，然後就比較律動感多一點。比如說像 Jason Mraz， 然後還有一些，比如說 rock 我也喜歡蕭敬騰。對，音樂類型還是比較多的。香港住咗幾多年啊？香港住了差不多也有10幾年了。咁你覺得香港嘅後生仔咧快唔快樂啊？香港的年輕人不太快樂。點解？因為壓力太大了，很各方面的壓力，或者是在家庭啊，或者是學校，很多有負面的東西。對。咁你咧生活得快唔快樂？我自己還算比較開心，因為我玩音樂嘛。冇錯。對。但係玩音樂嗱，我唔知啦。咁你有做歌啊，有成咁樣，你係純做歌嘅，定係你有工作 support 你呢個興趣啊？定係點㗎？對，我也為一些歌手寫歌曲。OK。對。哦，即係呢個為即係有揾錢㗎咯喎。可以說是 part time。但係音樂揾唔到錢㗎喎，點解你即係揾唔到好多錢啦？對，我知道。繼續咁樣即係唱歌咧。這是我從小唯一的一個愛好，還有一個夢想，所以堅持到底。好，咁就會揾到快樂啦嚇。咁你準備係唱自己嘅歌定係？這首歌是來自王力宏，但是我自己重新編了一下。邊首啊？是叫《朱莉》。好，咁啊，我準備下啦嘛。太小了這個。你跟佢搞得啦，你話俾佢知，你想點㗎？好。看着你走了，卻頭也不回，我該不該挽回？每一次都是這樣跑來又退，你到底累不累？為什麼愛情變成一種受罪？我放棄又後悔。如果是你的感覺已無所謂，就讓我把愛收回。茱莉亞，茱莉亞，不要拖泥又帶水，錯與對，是非去面對。茱莉亞，茱莉亞，不要讓愛情枯萎，笑過淚，別後悔，去體會，要懂得珍惜愛才完美，愛是付出，而不是孤獨，珍惜是幸福。茱莉亞，茱莉亞，不
我想問，因為我有呢首歌，我有成日播嘅，但係咧你編曲編得好精彩嘅，你介唔介意揾多一首歌係清唱？因為佢哋好精彩編曲，但係我想聽多啲你把聲，你可唔可以？未必呢首嘅，邊一首得？你可唔可以清唱嘅飛機？不如我唱一首廣東話歌。啊，我都得。願我會揸火箭帶你到天空亮，在大風中兩人住，活到1000歲都一般心醉，有你在身邊多樂趣，有了你開心啲，乜都稱心滿意，鹹魚白菜也好好味。我願你永共聚，分分鐘需要你，你似是陽光空氣。好，非常之好。廣東話都同埋廣東歌把聲幾好聽喎。謝謝。好，加油啊！呢台感覺我好中意，喺台你話感覺我好中意。Thank you。好。评审团的老师好，我是谭子君，大家可以叫我 OJ，我现在19岁，在读正晖大学，然后就参加快乐男声，因为我好喜欢唱歌，然后希望我的歌还有我的音乐可以帮助到我的同胞，因为我是香港人，我是菲律宾人，然后希望我的音乐还有我的歌声可以帮助到他们，告诉他们说你的音乐可以还有你的梦想可以带你去做更好的事情，不是在街頭打打殺殺是個類似的。你喺香港長大嘅菲律賓人。係係。OK， 咁你國語都係香港學嘅。國語都係香港。即係廣東話都識講嘅。係係。OK，咁你今日揀咩歌？你今日揀咩語文嘅歌？我今日揀咗盧廣仲嘅《我嘅》。係。點解啊？因為我覺得呢首歌即係一首好開心嘅歌啦，跟住之後即係我自己本人都好中意一啲開心啲嘅歌，咁係咯感覺嘛，唱歌就是有感覺。而家你仲係讀緊大學？係讀緊呢一年。你讀乜嘢？我而家讀緊傳理學嘅。我哋傳理學。咁我之前都因為唔同嘅機會啦，都有參加過大學嘅嗰啲歌唱比賽啊，咁都想試下類似而家咁大嘅比賽。我想問咧，你作為一個菲律賓人喺香港成長咧，即係我身邊呢度都有人，有識好多人都係菲律賓人喺香港成長，但係都係個 minority 啦。即係你覺得喺香港成長有乜嘢感覺？定係你完全冇覺得有任何困難啦？定係其實都有啊？係點樣咧？菲律賓嘅小朋友、後生仔喺香港成長？即係困難就一定會有，因為始終你唔同嘅種族啦，唔好話淨係喺香港。其實我自己體驗到就係無論你去到邊個地方，你唔係嗰個血統嘅地方嘅人，都會覺得係唔了解啊，大家唔了解，總會有啲。但係你喺香港成長㗎咯喎，即係你已經好識香港嘅文化㗎咯，好明顯聽得出。我好識香港嘅文化，但係即係香港大部分嘅人可能未必會認識我哋嘅文化。咁有時就會大家有啲誤解，覺得菲律賓人或者南亞裔咁樣，咁就覺得可能佢哋去到後尾都唔會有啲咩好正當嘅職業㗎啦，都會覺得係打打殺殺啊，成日都俾人笑鬧鬧。唔係，即係我又希望都話俾一啲我自己啦，或者年青人話俾佢哋聽，其實你有夢想或者有自己目標嘅話，都唔使去到即係最尾會行錯歪路。其實無論咩人都係。你菲律賓人不嬲都好叻唱歌玩音樂嘅，咁希望你嘅強項喺唱歌度係嘛？咁你啱表現好啲咯喎，盡力先嚇。交俾你。曾經在我眼
这是今天的第6遍，电影里的配乐，好像你的双眼，我爱你，快回到我身边。小學嘅時候就去咗 Vancouver 讀書啦，咁直到其實一路都未話好中意唱歌，但係到中學時期咧就因為一個嗰邊嘅電台節目，就係類似打電話上去就點唱，自己唱埋歌，跟住佢會有個評分嘅制度咁樣啦。咁你其實都係貪玩，咁但係由好低分一路慢慢每個禮拜去挑戰，咁樣去每個禮拜好似多1分2分咁樣去開始我中意唱歌嘅呢個生涯嚟㗎。咁就喺6年前就翻落嚟香港啦，跟住就其實一路做嘢，同時間又即係暗地裏好似想追求呢個夢想，咁所以而家都差唔多年紀有少少大嗰個。你做咩？我之前做銀行嘅，跟住之後而家，跟住之後上年參加咗一個歌唱比賽啦，咁就攞咗亞軍，咁而家就簽咗公司。咁你呢行嘅目標你想？主要係其實分享因為我覺得唱歌其實係一種溝通嘅一種方式，即係同講嘢或者寫書或者同作文都冇分別嘅，或者演戲都冇分別嘅。我覺得係一個溝通嘅方式。咁最主要係去分享俾大家，即係我心裏嘅態度，即係嗰種真誠。咁今日你帶咗咩同我哋分享咧？帶咗薛之謙嘅演員。淡点，说话的方式简单点，递进的情绪几首乐，你又不是个演员，还设计那些情节，没意见，我只想看看你怎么远。你难过的在表演，成天赋的演员，我从一眼能看见。改变后你眼中的我，有视而不见，在逼一个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
時代的改變，看那些多餘的表演。可你曾經那麼愛我，幹嘛演出細節？我該變成什麼樣子才能延緩厭倦？可你當愛放下防備後的這些表現，才是考驗。係安仔啊，安仔。咁因為翻男星咧，就除咗唱歌之外咧，仲有其他嘅表演元素嘅要嚇。咁其實你仲有咩強項啊？強項就唔敢啊，因為以前喺加拿大邊都學過2年吉他，咁就主要唔係練嗰一 solo 嘅位，就主要係練一啲 chord 嘅伴奏係嘛，咁就都咁我好多年冇彈，咁所以如果需要咁可以 pick up 翻，咁做翻一啲簡單嘅可能啲吉他嘅伴奏啊嘛。咁有冇一啲演出嘅經驗咧？演出經驗都即係除咗唱歌之外，唱歌會做下話劇啊之類。喺以前中學時期都有做，因為其實嗰邊有得收佢一定要你收一係 band， 一係呢個 drama， 一係呢個畫畫咁都要你有某一個方向咁嘛。咁但係嗰陣我啱啱之後就選咗畫畫同埋drama 嘅咁都有2年嘅 year 都有做 drama。你覺得自己今日上場都麻麻地，因為都好緊張，係因為即係都第一次試過咁大型嘅同埋國內嘅比賽咁其實仲有一個原因參加呢個比賽，因為其實我喺追尋呢個夢想嘅期間，咁其實我有個好穩定嘅朋友，就係佢係國內嘅，咁就所以其實都某程度上都想藉住參加啲國內嘅比賽，可以因為雖然到最後尾而家唔係同佢一齊，咁其實因為可能即係女仔青春有限，即係唔會等到，咁但係我都想即係藉住呢個機會可以喺如果國內佢喺電視上見我，或者佢可以即係我要多謝佢真係，加油啊！Thank you，加油！夏啟華係咪啊？係。你介紹自己先啦。係，我係參賽者夏啟華，依家25歲。咁唔好意思啊，要3位評判等咗我。唔緊要，我哋都輕鬆傾偈啫嘛。係。講多啲，我哋唔識你噶嘛，你話俾我知你啲嘢。係我本身係都中意唱歌嘅，咁我就本身喺中學嘅時候喺國內已經讀過書啦，跟住嗰時咧已經有睇《快樂男聲》呢個節目㗎啦，咁所以你好細個啫喎！嗰時你讀緊書就已經都睇《快樂男聲》。我嗰時喺上海嗰時係第一屆嚟㗎，係陳楚生嗰一屆嚟㗎，所以係咯。OK，咁點解你今次想參加嘅？我想入快男，我想可以有一個平台可以翻到大陸同大家一齊嚟一個比賽。其實嗰時你幾多歲嗰時？讀書嗰時。第一屆嗰時啊？第一屆嗰時。係應該係13、14嗰啲咯。哦，咁細個月。咁你點解會喺嗰陣時喺大陸生活啊？嗰時係喺大陸嗰度生活咯，讀中學咯。哦，你翻大陸讀中學？係啊，跟住之後就去咗美國嗰度讀大學咯。哦，佢而家住喺香港定邊度啊？依家住喺香港尖沙咀嗰度，同屋企人住啊。你本身香港人嚟嘅？係。哦，你本身點解會咁得意去翻大陸讀書？好流浪啊，梗係。因為我阿爸係上海人嚟嘅。哦。係啊。工作關係啊，爸爸嘅嚇。係啊。好緊張，我哋同你傾下偈先。係啊。等你 relax 少少嚇。咁就因為都幾有趣。佢參加第一屆。唔係佢睇，跟住13年嘅時候都曾參加過嘅。13年參加過喺香港區咯。香港賽區。但係就入唔入到去，上唔上到去湖南？上唔到，爭少少。爭乜嘢？你覺得上次？唱歌。差啲。咁而家你係咩職業啊？而家？依家教音樂嘅。教音樂嘅，即係教吉他啲咁樣。都有教吉他。主力教咩？主力教唱歌嘅其實。我而家教唱歌啦。係。 OK， 即係因為我本身係讀音樂嘅。係啦。
但係就係自己先天唱歌就唔係咁好啦，所以要比平常人花多好多嘅時間去學唱歌，同埋去練習咯。即係可能我啲同學佢哋好犀利嘅，就話每一堂上完堂之後咧，每日翻去練1個鐘就交到功課啦。但係我係嗰啲咧要喺屋企練到練最起碼3個鐘頭或以上先至話有人哋1個鐘頭嘅成績嗰啲人咯，都未必有添，所以不斷地努力。咁你嘅音樂風格今日揀咩歌啊？今日想帶一首陽光少少嘅歌，周杰倫嘅《大笨鐘》俾大家。OK， Thank you。你说我比大笨钟要笨，要怎么比？嘲笑我太安静中至少还有声音。要我离开我早就打包好行李，喝完这杯咖啡我就走，答应你。我这么久怎么还没交还你 DVD？ 再不打给我，我就不打算追回你。我走在你喜欢的电影场景里，你却不在我想要的场景里。刷上嘴印，刷上嘴印，有什么毛病？有什么毛病？我很大气，我没小气，我会原谅你。你仔细听，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生什么事情，有理说不清，只是脑袋还不清醒。其实还爱着你，其实还想着你，yeah。请你别太得意。哇哦哇哦 baby， 我从未爱过你，怎么会想念你？发什么神经，有理说不清，只是脑袋还不清醒。其实还爱着你，其实还想着你，yeah。请你別太得意。Thank you。諗下你覺得佢其實把聲底幾好嘅喎？係啊，我覺得你把聲幾好。我所以想問你，即係除咗呢首《大笨鐘》之外咧，如果我即刻叫你唱多首歌，你會想聽邊類？我點就得㗎啦。唔係你會想聽冇所謂，你冇乜所謂。你首擅長少少。係啦，即係除咗呢首之外，即係 OK，但係我想聽多首，你會俾邊首我？林奕匡嘅《難得一遇》啊，清唱先。好啊，你清唱得㗎，冇所謂㗎。漫漫對情侶避不過巨輪，仍然我帶你前進。天要擋我，帶着你開山路，力量是你我都相信。如天注定我們走到盡頭，用力撞壞那天門，親手自救。難得這段愛情能捱這麼久，如何會放得低你？要認命太荒謬，明明就是我的人，手到白頭。為着你我只怕捐軀都不夠，窮一生之力，憑一句諾言，必須挽着手。你把聲好聽，同埋好欣賞你，即係有時間梗有段時間梗係會合下眼啊，耐唔耐都會嘅，即係但係你大部分時間都係望住觀眾嘅，呢樣嘢係都好難得嘅，其實。係。加油啊嚇 ！Thank you。好，你介紹自己先啦。我係011吳鑑軒 Hennis。咁我今日唱嘅歌係《風起了》啦。事緣係我
上年開始參加比賽，前年年底由 Sony Music 同 Hennessy 嗰個咩 VSOP 玩十強啊，18區第四啊，跟住玩新秀，上年新秀咁樣，跟住直至到我入咗英皇做 A&R 咁樣，咁我開始識咗皇上，然後同埋一個作詞人叫心仔，咁所以今日就想唱佢嘅歌咁樣，係放棄了。你而家喺英皇做嘅 quit 咗，而家係喺出邊可能接一啲餐廳啊，咁樣或者係 event 啊咁樣嘅 show。再講多少少，咁你係淨係唱歌定係一個創作人嚟嘅？我有彈 keyboard 啦，但係又未去到作歌咯。即係都想嘅，繼續進步嘅，但係我覺得嘈嘅味道唔好。咁除咗唱歌之外，有冇咩特別嘅強項啊？因為你知道快樂男聲佢其實係唔係單係淨係唱歌？係，我之前有跳舞啦，但係而家有少傷，所以休息緊。咁你 A&R 咁風起了係你揀嘅？我因為我知我未有咁嘅 power， 但係一齊開會就可能由零慢慢揼咁樣就。你去到幾時 quit 㗎？上年年係喎，今年年頭先。即係之前嗰啲譬如羅賓啊嗰啲，全部都係關你事㗎啦。我冇話關我事啦，但係有接觸過。咁不如你又講下，即係你又反正都係呢行嘅人，咁你覺得 A&R 同埋歌手嘅關係係點咧？係點啊？又或者你自己本身，你覺得自己係咪一個好嘅 A&R 咧？其實我覺得每間公司 A&R 都唔同。我聽聞其他公司咧係會 A&R 揀歌，然之後俾歌手唱㗎嘛。但係咁，我覺得我之前公司都幾好嘅，係商量嘅，然後都幾尊重歌手意見。咁我覺得呢個係咯，我覺得想係將來我都想係咁樣，即係可能同公司有得商討嘅咁樣。你係入行係想做 A&R 定係你想做歌手？不過英皇既然開咗 A&R 咁有位就入咗去先啦。係啊，都有咁嘅成分。咁啊，今日揀風起了。係啊，所以就揀咗風起了。好，咁聽住歌先。好，唔該。照相機一起自拍，仍已寫身體青春呀。若本地需要，微風地清澈，願這天光陰倒轉，前行的我為你告白。跟你常情連線，同望過溫馨過險，同完美的展示，曾約會那道歉，聊着故事還不少。世俗煩擾，都慶幸我共你遇見，讓成長的天空景緻，隨你的心傾多陣先啦。我好多頭先參賽者都有問嘅，啱唱完啦。咁
我哋總要揀人入㗎嘛。咁你覺得你可唔可以 sell 點解我哋要揀你咧？其實我覺得每一個參賽者都有佢理想，然後都有佢拼搏嘅。我亦都有我嘅熱誠。咁我亦都想將我自己嘅聲音放到最大啦，俾到最多嘅人聽，所以先參加咁多個比賽。然後每一個比賽我都有自己嘅經驗所得到咯。咁我想希望大家都為我集氣，更加努力地去晉級，然後玩啲更多嘅比賽咁樣。係啊。咁你有冇諗過咧？其實你先話參加過好多次歌唱比賽嘛？好幾次啦，有好幾次啦。有㗎，有參加過嘅。你覺得仲有冇嘢要改進咧？當然有好多，不論可能係由本身自己練歌，可能音準拍子個人啲都有啦。然後到上到台，點解會仲緊張？點解會有啲蝦碌嘢？其實每一樣嘢都需要改進㗎。我係啊，唔係完美嘅我。咁當然啦。係咧。咁真係要改進嘅。其實我覺得就係技巧你好多嘢有，咁但係如果你仔細聽你嘅技巧咧，即係我覺得就做得未夠好。係。咁變咗咧，你輸就輸喺呢啲位啦。即係其實你揾到比賽個方法㗎啦。但係問題你翻去可能要再認真去磨下，就係話嗰啲技巧喺度點可以更加好咧？係。嚟到，因為你係靠唱歌啦。係。你明我講乜嘢啊？咁所以你如果係仲有呢個夢想咧，你其實聲啊歌係唔錯㗎，要再多翻啲心機落去，就唔好諗住即係話，我其實都唔錯㗎啦，就去搏啦咁樣。冇呢個要求。冇得搏，一定要去計好晒條數。我個人話係上咁樣。多謝。